recall， 好，继续好。嘿，好，一个缀问，有人在问，缀毋知一个就偌一样摕去，一心一担，拢写予伊啦。后壁即句啥物意思？一心一担拢写予伊，迄个写是啥物意思？写是，就是甲即个罪污落互别人啦，吼，叫做谢罪啦，吼。哦，好，我来记一个。谢罪嘿，大家毋知影你讲我毋知吼，写应该是有啦，就是嘛，即个写互伊吼。伊个第二个解说，一心一担，一心一担，嘿，敢若有，就是一个一担的责任，也是啥物？敢若之前有一心即个词，一担，我看有即个物件。一心一担，心我嘛毋知是到底是讲啥，担恁都知影，因为即个都写担，嘿，一心一担，啊，心就是身，可能是身躯，啊，无就是身躯。嘿，可能是身躯的意思啦，但是我都毋捌听过哩，毋捌听过一心一担。我看敢有即种讲法。咱无看觅。敢袂当安尼做。一心，讲一心哦，若是伫找台语找一心，就是一个身躯迄个意思。伊有一个解说讲，伫迄个例句讲一心一担，就是负担全部的责任，迄个意思。OK， 好。是第八条，是第八条。爱翕详细入去看，迄第二点的详细。所以第二点修一心就解说即个就对啦。伊个例句，一心一担，负担全责任，叫做一心一担。毋捌听过呢。但是古早迄个讲法。我把记起来，一心一担。好，我继续吼，一心一担拢写予伊啦，写予伊啦。伊用讲，众人叫我摕去去互因，摕去互因。安尼吼，听起来怪怪，毋过伊是安尼写。是安尼叫我意思无？摕起去互因，第一个摕去互因，摕起来，迄个去是 upstairs。了。第三个是 toward， 还是 go？ 不，第二个啦。我意思就是讲，头前迄个去是 upward， 后壁迄个去是toward。了解。好，系啊，摕去互因。后来因几若人几若人相轮看。好，
小论看，即会头一摆看到即个讲法，小论看。哦，直去，我嘛毋知路尾啥人接手，扣大声有影是我摕，当时咧，好，这段读煞，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，礼拜煞时，向河军对外面转来，入到中厅，大细声就得喊，互我啥人摕去无规无矩，安尼几若句，真受气。三更看有人爱，人得问，得毋知。一个就偌易容摕去，一身一担拢写互伊，拢写互伊啦。易容讲，众人叫我摕去互因，后来因几若人相论看，直去，我嘛毋知落尾啥人接手。扣大声有影是我，有影是我摕，当失咧。好，咱们继续后一段吼。真心掠准安尼煞事无拍算。应该是继续落。继你用，嘿，这两段拢短短安尼。好，伊即个长句伊即个等下长是无毋对啦，无拍算啥物代志讲诶，无应该伫哦，对吼，应该是讲一句才对吼，就是无应该迄个 period 都无应该出现。对啊，嘿啊，可能是typo也是啥物好，无拍，所以应该爱变调吼，无拍算计你选明兄甲一用甲真心讲，我听见人会坐要拄恁两个，要拄恁两个。好，迄个会坐我来查看觅，毋知会坐是啥物意思？毋知。会坐，会坐。里底无收。看觅，系啊，会坐。我看是毋是腔口？哦，是啦，伊是收会坐即个腔口。哦，应该是共一个意思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会坐。哦，OK，我知意思。好，继续看吼。听见人会坐要拄恁两个，金暝远若金暝远来轮着轮较好。迄个轮是啥物意思哈？轮应该是轮着啉来啦哈。吞轮对，迄个意思吞。好，我来记一个。若阮诶平常时我会讲话诶时阵，我会讲会论直，就是讲会论直。轻声，迄个论直，了解，我记起来。那会论直就论较好安尼。直就论较好。好，我来记起来。安尼较袂因为变调，煞听无迄个论啥物意思。对啊，好，应该是爱轻声。等一下，轻声才对。好，我今暝轻声对啦。毋过就是平时上是爱讲，讲我嘛是感觉即个情况是啥物字，拢是轻声较济。好，继续读。今暝远来论直，着
着论较好。真心讲，迄着迄着真奇，兼有啥代志？好，这段话你敢来读一遍？真生掠准安尼煞事，无拍算隔日选民兄甲义勇甲真生讲，我听见人会齐要除恁两个。金的远若会论着论较好。真生讲，迄着真奇，减有啥代志？这段迄句煞事，这敢是有定定咧了解意思，啊，毋过就是平常讲安尼着煞，啊，真毋知影有即个事煞事，所以讲我是原来较含咧安尼听，但是安尼讲是会当理解，因为你个煞会当理解系啊。伫台语内底即个煞哩足白话的讲法，啊，平常时讲就知影煞安尼煞结束安尼嘿。是安尼着煞安尼煞去。嘿。好，了解。继续吼，下一段。嘿，好。好，是到啦，是到啦，迄暝咧拜煞。是洗稿啦，吼，安尼洗稿啦，系啊，我拄则讲咧读洗稿啦，就是我认为是毋免变调啦，是洗稿安尼。我想讲我拄则应该袂变调，洗稿啦，好，洗稿啦，迄暝礼拜煞，向好就出声讲，大家万遮。大家慢食去，我有几句话爱讲。迄暝远我先两大斗阵吼，弟弟吼。迄暝远大家会倒转，大家倒转是菜番仔顶玻璃顶。了解。真心毋知伊要开什么题目，向无也是向，拄则迄个人是向好，即摆哪会人变一个名？应该是向好吼，向好就。是向好，向嘛向。向无，系啊。向。系啊，拄则是第三声甲好第四声，即摆变是第五声甲无。好，向就对伊的地仔来，地仔是啥物意思？对伊的地仔，可能是落地啊，三地啊。地仔。口袋。好，了解。地仔，等一下，我记着地仔。好，就对伊的地仔来提出一本簿仔，记倒十几项罪状罪状呢？那阵路德马丁路了解，路德马丁啊 ，Martin Luther，敢是迄个人？那毋是啊，即个毋是大写，应该马迄个 M 嘛是爱大诶 ，upper 加中吼。路德马丁咧宣告法王讲，核心到遮好啊，宣告法王迄个法王路德马丁会使了解，迄个法王敢是讲法国的国王？毋过，伊两个有啥物关系？也是法王是拜物件，拜。我可能是别项意思，但是我毋知是啥物意思。法王。对啊。宣告法王。法王吗？
来看伊诶汉字是安怎写诶。哦，伊诶法王，哦嘿， ，Embry 讲法王是嘿， Pope 教皇。原来是即个意思。好，即个爱记起来。因为以前毋知有讲法哦，法王，你若是讲嘿，汉字就是法王了吼，华语叫法王。是。但是我毋知影法王到底是咧讲啥物人，所以我看无。但是嘿啊，伫遮讲，原来是 Pope 安尼，嘿，嘿，但是伫遮讲马嘿。丁路嘿啊，毋过安尼讲着有理啊，因丁为就是马丁路就是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迄个时阵，伊着控诉迄个教廷就是真 corrupt，所以讲伊是伊即是 遮宣 accuse 告 the 就是，Pope 安尼，好是 accuse ，OK，迄款诶，宣好，告法王有罪安尼。好，我足趣味诶讲法，好。嗯，好，即段短短你感觉？其实是好，两前段，两段好你感觉来来，读一遍？头前好，嘿，时到啦，迄暝礼拜煞，向河就出声讲，大家慢者去，我有几句话要爱讲。迄暝大家诶桌顶是菜番仔顶、玻璃顶，真心毋知伊要开什物题目，向河就向河就对伊诶袋仔内摕出一本簿仔，记得10几项罪状，那阵落着马丁伫宣告法王讲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我今仔日互家人生，好，我今仔日互家人生，家人生啦吼，家人生，歹势，我讲家人生，嘿，家人生，嘿，好，互家人生，家人生，你知啦吼？了解，嘿，就是家较第一低年，年，好，第一年，系啊。讲华语较紧，毋知影台语要安怎解说。低年迄款了解。好，家人生，欺负太忝，欺负了解啊，迄个太忝是啥物？太欺忝，负，咱定用忝来形容欺负啦吼，就是欺负甲足严重，叫做欺负甲真忝。真严重。太忝就是个头忝，原来是安尼，欺负忝安尼。欺负甲真忝安尼吼，会安尼讲。好，了解。我记一个忝。欺负到真忝。继续，亲像遮久，亲像遮久一样，好因囝是关联，无要照规矩，无要尊敬时大，看轻我，我算伊有几若项诶毋对，但第一就是岁，第二就是三岁，嘿，你咧好大，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 OK，我今仔日互家人生欺负太忝，亲像遮久一样，靠因兄是关联，无要照规矩，无要尊敬时大，看轻我，我算伊有几若项会毋对，但第一
就是3岁，第2就是3岁，第3岁，你伫好大？好，继续后一段吼。你伫好大？这个你讲啥？这个人实在是好大，就是你真好大大来做遮毋对的代志，对我来无尊敬啊！啦，这个人实在是好，继续吼后一段好。好，讲到遮就下乡走我哦，下乡走我一样的面前。啊，迄个下乡毋知影是啥物意思，我来查看觅。下乡，hello，敢有听着？有，拄则伊有一个 message 讲我连网络无够稳定。是。好，我来看。要紧，佮迄个下用佮乡听会出来啦，是无问题。好。再讲迄个下乡，我查看觅吼。下乡，无呢。下乡，乡大约啊知影意思啦，下可能就是乡吼，乡就是诚练诚紧迄个乡。乡迄个乡啊，下咧，下敢就这英名是落来的意思。下就是咱若动词即个下字就是然后录用，还是讲下就是下乡，是落下读手，落来下重本。好，了解。好，这个我记住。下乡就是是我看嘛，伊后壁伊佫有另外一个动词伫诶，伊讲下乡走我一样诶面前嘛吼。好，了解。好，就下乡走我一样诶面前，哪支拄饼辣伊多啊嘿。哪拄拢爱读本条好。哪拄好，好。咱顶回有讲吼，迄个就是我知影啊，毋过甲拄即两个动作，毋是介清楚伊诶意思。就是 point。好，了解。就是 point。好。拄就是想看用 finger 去 point， 还是讲有无？就是即个动作。甲拄拢是共款诶动作。好，我记一个哦。哪拄拄竟然找无，我来看觅。拄，毋是拄。好，拄，Demerino 有收。有可能第二点收的是其他的音，第二点找无即个音。好，来看觅。哪拄。第二点无收拄哩。就是即个刺吼。拄破即个拄。歹势，我拄则讲就是拄吼，其实迄个无毋对啦吼。就是 point， 拄就是搁较进一步是拄破迄个拄。是有较强安尼，较开啦。好，了
解。但是你好，看，继续。但是其实好，基本上是记意思是相款啦吼。记可，比如讲我记摸着你的身躯，我拄可能已经伫在你身躯顶。你知影我讲的两个差别无？记甲拄，长线哟。